因房顶伊有写了一篇，伊有写一段话啦吼，讲色空不羁，记得的先请举手。色空不羁断万年。好，下一周来。来，受空不羁。你看心有。心有境，心有境。你们没有听过别人是这样说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斗袂着。有啊，赵老师。斗袂着，唔系第一个斗第一个。受空不羁，行空天。我要把它背起来。来，行空不羁的观主哉。色空不羁。行通天。现如来。见如来。各位今年变的是完了讲。色开空，空不异色，受想行识，要求如是。只要咱会当真正认真发这波罗蜜多时，各位前面，色空不异色，就是形形色色的物件，对无？其实伊就是一个变爱意，就是咱拄着咱有即项的形形色色的物件的时阵，你有法度人断万年。嘛是讲断万年啊！你看到迄个，咱讲遐做啥物车啊？花车表演，还是看着咧演歌戏，还是咧啥物？倒去咱敢会想讲，咱看眼见而不足，无着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会法度人断万年，这是有即项外口形形色色的物件。那么来到后壁，受想行识，这是精神面的物件，精神面的东西。你受空不异，我度人心就惊，就分的这意见就惊，使来这件失去一句，咱去来照惊，惊嘛无够，咱家感恩，但是惊嘛无较欢喜啊，咱无家情伊嘛无受气啊，共款意思就是讲，你接受着物件的时阵，你达着物件的时阵，你有法度人心就惊无，亲像咱的佛性共款，清净无量。那么来到受空不羁，那我就行通天，心念的清净这行咱成就佛菩萨的咱学中庸咱就知，中庸30几种30几种，其实伊开了一个成字那么而且伊讲这个取向，受空就是咱主这上咱爱看水的放下较无爱，还是讲咱爱穿好看的。做这一年啦，讲袂了，我等到10分钟，我进入主宰。行空不羁，观主宰，来到这就是清流。咱心念的清流，心念的清流影响着咱的行为。那么各位学姐，咱有法度真正观主宰分，来做有利益众生，做利他自利的这个菩萨因缘了。色空不羁，现如来，这就是了别。咱有法度真正用咱的智慧。来修改移除着咱的第一题，而且如来的性，这就是咱真正记着咱的清净本体。这种是功夫呢，或学原来是这样。那在那个《金刚经》还是哪一本经典，他写的那一本里面就有这一段，就有这一段。那或许的，你一段有法做些体会，做些体会，互咱了解讲，其实而且不离之性。无知之性，但是就是就是迄个因，受师一至迄个所在，就是咱因得着因种种佛性，咱的无知之地，这是即一段的，互咱去甲伊做一个体会，会了解的物件。那么而且来讲，凡夫见离，地价了达，因为咱凡夫着相，凡夫着相，所以咱讲五甲十八界当作是一切。咱的18界是对咱的5分之啦，伊虽然是5分甲18界，敢若两项，其实是连带关系。咱的态度影响着咱的命运，咱的心念影响着咱的态度，这是一连贯的，它是有逻辑性的，有逻辑性的。
所以呢，伊这有地位的人，一个开拓者，伊了无通达，一定有成吼，18代通五运，通医生白，这是真正的这个佛性，吼，这是真正的佛性。好，那么各位先生，发表还是到这好了，9点半下课了嘛吼。那么曾组长，或许有事先通知呢，请你分享一下。因为各位先生大家浅显的分享啊。我浅显的。浅显先分享，艺术老师，你来分享，你认识。我赶快你了。组长，我以请何成浅显先分享。我跟你分享吗？让各位浅显的叫。学习啦，学习。中药房的老板哦，那是不是？我写翁先生啊，翁先生。翁先生，富翁的翁。翁律师。翁先生慈悲啦，咱对影片有研究那边分享者，多节好还有教。然后，我昨天到多里对。翁律师好。因为上次好像有遇到。好了，那组长，那不然，或许昨天晚上有跟你同事。好，分享。我们热烈掌声。请我们组长来分享一下。连日做准备吼，安尼讲叫咱同学学习分享。好学生咧，好考无啥咧研究啦，讨论诶后咧分享啊我，今日不讲嘛，今日歹势，咱好像浅显做些咯，应该爱用去起来吼分享，大家呢感觉体会一下。因为咱这个课程吼，咱对咱数学里面吼，有这个语言来，好学咱就听。应该时间1点半前应该咱来讲应该有够，来今年看卖来讲吼，无分钟好学习啊，讲不要紧啊，那个好学你嘛足够诶，慢慢不要紧啊，就有较咧练习啦，因为这个健身吼，个人诶体会会较共款，今仔日这个第一篇诶影片吼，嘛是咧讲解着讲，这咱会员有所会员吼。伊对即个介绍伊讲这个讲解讲，伊是一个纲要，一个咱一个烦恼山地啦，一个咱成日往考咧无去的啦。怎是个心念要做好，做好伊就去想，就到咧安尼去拜师，就会知去黄梅拜访魔祖去求道，来这个学道，来问道，甚至继续来伊个思念吼。伫这个内轮对啊，讲受苦15年，这15年应该是讲有一个因缘吼，咱体会讲吼，甚至咱讲浅显，大家有一寡困苦甲逆境，其实这种是上好的安排，要有咱个机会甲活力甲体会。所以讲，咱伫这个经典是足侪体会讲，一前诶吼，比如咱儒家诶孔夫子，伊也做因带传流，讲七工拢无通食吼，迄讲迄苦吼，有诶讲甲咱这道七道汉甲咱同时，因暗若讲伤苦无咧，伊人少讲无走了了，咱讲2工无食，1工无食，所以伊咧体会讲，是咱这道这宝贵，会当甲因顺当讲，咱嘛是共款啊，咱嘛是会当这个因缘来这个跟随着这个即阵吼是咱的前辈者。无论受艰苦，还是挫折，还是逆境，咱感觉讲，咱这种小 case，咱这种足小的问题，咱其实无问题。所以讲咱去体悟着经典记载讲，今仔日咱学习的这个课程讲，贵人做书伊经过第二15年，伊爱去经过去问人，若多袂去拍，还是讲，搁爱去问迄个，到会使想咧讲伊是安怎做到啊啥物？伊爱经过15年体受，时间到，出来方法。爱前片段应该是讲在拄一个因缘，拄到这个，咱讲这个印宗法师吼，拄来到这个华信
化姓氏啦，姓氏，搁咧讲即个廖环球，这嘛是音流啊。音流搁咧讲话当中，搁外口一个鱼仔尔，我来听来听，大家看伊啊听甲迄条条迄是风咧头啦吼。伊跳来说风咧头，其他风咧头伊也有理无？有理。这是即当你讲我说我问啦。这个会员定遐悬咯，应该安尼嘛是对个，咱内底拢是伊生心出来，阮是咧理解是，这个吹嘛是正常啊，风来就吹就偏啊，有啥物物件该伊也会偏尔，风咧吹，气管嘛会啊，啥物嘛拢会偏，这是因为会员做事吼，伊感觉是定成，应该是咱的心啊对嘛，咱心本来清净，是因为看到这个物件，甲生这个念头。甲生即个分别就是讲伫咧修正，伫咧计较，伫咧讲，你较无较大声对无遐对，会员做事呢，应该是拢对啦，伊就吹就互伊去吹啊，咱就知影讲这是自然，这是道嘛，咱就想，莫叫迄个物件幼稚，莫叫即个咱即个境幼稚，所以咱应用即个课程讲着即个常甲无常，这个。因为重点应该是讲着即个佛性，佛性甲佛法嘛。伊讲免佛性，因为即个课程咧，咱大家体会，免佛性，什么是佛性？咱第一个，什么是佛性？什么做佛法？咱变成有义嘛。有义就变成讲，伊是质啊，伊是质，是咱甲佛法比如有一个名称，煞变成讲佛性，什么做佛性？什么做佛法？修因为是佛性本自清净，为了做所以当伊即个学道论见性，伊来听来讲好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好其自性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，本自无着。这自然拢法度，伊个啦，个灵修万法，会当。这个办法就是讲，咱世间咱论讲，这个有讲个分，这个常甲无常，善甲无善，照百姓伫遮本来是清净，无需要分这个善甲无善，甲无需要讲，是正常是不正常。发生个代志，咱拄着顺境逆境，咱看讲无正常，发生车祸，发生啥物事，咱讲咱无常发生，那开模这是常啊，正常是不发生伫咱身上，毋过伫咱发生伫咱身上。咱一般人讲无常，无常来无常发生，其实咱冷静回想，时间来到啥物事发生拢会，所以其实常甲无常，即个无常本来要开模这讲无即个常甲无常诶，会去甲干扰着伊本来清净意境，甚至咱伫即个生活中可能拄着较善良较感觉生活较歹，伊伫咧，伊佫讲着因为讲着迄个过去时，咱地球是因缘。到咱的心境六七的意识里面，伊所转来，所以显露出来可能就是讲较无善良、较无单纯、较无高义、较有计较，所以讲，若迄个伊讲这短暂性，伊本来是无遮，毋过伊生遮，伊知影有可能一段时间过得无好，不过嘛是真单纯，嘛真标准。所以这个阶段互我是体会讲。伊感觉了，伫即个佛性了，领入佛性，拢伊是讲，我无需要计较，我嘛足清净，拢无食。毋过因为受过着即个，受过即个五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，对咱目睭看，对咱即个感受即个感觉，甲会想讲对毋对，好毋好，较会乌白做，较乌白分别。伫即个五蕴产生甲即个18界。但你是心里讲的这个录音，录音本自清净，毋过因为这个录音伊会卡来录音伊变成讲这代志，互咱感觉真歹处理，所以这录音合作伙就变成看甲想，伊会心里分别迄个妄想，伫咧当中就变成混淆。本来迄清净无为、单纯的心所了，这个小勇者，这个十八代这个物件，因为做主所，这本来是主要做业力的，应该这是互我个浅显甲这个体会啦。
啊，毋知影甲你讲亲像吼，各个体都无共。啊，我希望讲咱大家吼，有机会甲你讲正经毋正无要紧啊，讲一个热心的嘛好吼。啊，以上吼，要为了事不但了，啊，帮咱遐灵活处理，啊，甲咱支持，啊，帮咱亲像吼，包容啦。啊，以上甲你讲一谢谢。好，在1分钟，或许拍一个讲啊，我来做一个总结。讲吼，如果大师的言简意赅，伊投来一部经典，不但影响咱中国人，也影响咱日本的上总的状况。咱有一个啊，就是在中学在咱中国留学10几年的这个德原上师，伊考学10几年了后，转到日本，吼，转到伊修炼迄个寺庙的时阵，伊个师命伊就甲伊讲。请伊讲伊10几年来学习的修炼，啊，我这台湾上师伊就讲，伊较即马才知影讲为什么我的目睭是歪的，我的鼻仔是扁的，多谢谢。这师兄弟就讲，做受气，做师傅的讲，这我早就知影，这你老师讲，多谢谢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自然就是道。咱若有法度，无法度，真正吼。解脱当下的心命，各位姐姐，咱就是佛性点点。你看到一切人事物拢以佛心点点来甲看，各位姐姐，咱就是佛哦。那么你看到一切人事物，你拢来用凡夫的下意识来甲看，歹势咱就是众生。所以心佛众生虽然是三，但是一粒。各位姐姐，咱甲选择，你是要永远做佛吼？工拢逍遥自在，像咱美的祖师爷安尼吼，多多利用什么？度大能容，大度能容，了却人间多少事，满腔欢喜，笑开天下无尽愁。那么就是我们的不二之性，就是佛性，因为都无分别、妄想、执着。只要咱有分别、妄想、执着，就是因之的对谈哦。啊，真正不是，伊是无知之心，无知就是因。无知就是因。那么咱今日这一段呢，所甲咱主笔开示的，就是佛学的见解，大概就是这个重点。那么如果有事不达意，还是讲了不对、不足的所在，那么咱先不下追，在这领里构建大家会当甲佛学多多的包涵应用。感谢各位给后学习的机会，谢谢。大众如如。感谢真理论慈悲前导一躬，尊道一躬。谢谢。地方向无极老母前30公里前道一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感谢真理论慈悲一躬，尊道一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感谢真理论慈悲一躬，持架向无极老母前30公里前道一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女一躬，持架点文殊一躬，尊道一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女一躬，持架点文殊一躬。前2，他们刚。